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3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5篇，出埃及记第16章第9节到21节，以弗所书第2章11节到22节。今仔日的经文想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合做一体。合一是上帝予世间人的教导甲要求。这个合一并不是排斥意见袂合的人，然后甲意见相同款的人来合一。这无叫做合一啦吼。合一是会通接纳无同款的想法、无同款的意见、无同款的需求。然后伫上帝会听的基础的下面来合做一体，安尼实在是无介简单的事啦吼。就连迄群互上帝拯救、互摩西所带领出埃及，对这个以色列人，因连食什么、啉什么，拢会通有意见。会当吵甲变过去安尼吼，甚至因安尼来得罪上帝，咱就知影合一真正是无简单的一项事。圣经内底保罗捌讲过东北一个伫即个罗马统治迄个时代，因的战车、因的车。拢用2只马，或者是2只牛来拖运。2只无同款的动物，家己有家己的个性，却着爱伫即个脚车甲刹去了后，爱行往同一个方向来。如果袂当做伙搭一个担，安尼最后会造成即个车乱撞。这个时，主人通常就会用鞭来甲因抽，来甲因教示，互因会当倒转来伫迄个正路顶悬。这个部分咱称作教导啦吼。最后，如果真正无法度来甲伊校正的时阵，这个马还是牛就会去互换掉，就失去迄个机会啊。咱倒转来家己即个出埃及以色列人的心情来看，伫昨昏咱的经文有讲到，因伫即个以林以救即个以后，即个中间伫新的旷野，因伫遐来埋怨上帝，因责怪上帝，因为因家己无法度得到满足啦吼。对迄一天开始，上帝就对天顶来降落吗哪互因袂抵到枵饿。这个吗哪是照着希伯来文的意思呢，是讲什么，或者是讲这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讲以色列人对从来毋捌看过这项物件。上帝用这个对伫烟吞所带来不明的物件，竟然来养饲，互即群无顺服、袂为甲摩西共背一个担的以色列人来互因食饱。圣经出埃及记16章的记载讲到当初时的情景。摩西对亚伦讲：“去集合全体人民，徛伫上主的面前，因为伊已经听见因的怨言。”当亚伦对全体人民讲话的时阵，因抬头往旷野来看，忽然看见上帝的光伫云顶悬来显现。上帝就对摩西讲：“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，你着爱甲因讲，伫下昏时因要有肉通食，伫清早时因有够野的食物，
安尼因就知我是上帝，是因的上帝。下昏有一大群烟筒飞来，坐甲将这个全营拢惹堪。早起营的四围拢是露水，露水一个无去了后，伫旷野的地上就有一丛宝宝，亲像酸一类的物件。以色列人看见这个物件，毋知啥物，就彼此来问这是啥物。摩西就对因讲，这就是上帝互恁的食物。昨的经文，咱已经看到上帝交代因捡这个玛纳的规则。每一个人照家己的分量来捡，袂当加体，无就会歹去。伫安息日进前的一天，会通捡2天的分量，避免因伫安息日游玩着爱工作。所以摩西伫遮佫一概提醒以色列人有关上帝的吩咐。圣经讲，上帝捌吩咐逐个人所处所需要的，每一家的每一个人会通捡2公升。以色列人照吩咐做啊，有个人捡较济，有个人捡较少。牛的时阵捡济也无剩，捡少的也无欠。每一个人所捡的，拄好是因所需要的量。但是人群的中间，总是有人无愿意顺服，无愿意合一，却是照着家己的私心，偷偷加捡一寡。圣经甲咱讲，这个时阵的情形，摩西对因讲，不准有人甲食物留到第2天。但是有个人毋听摩西的话，留一寡，第2天早起，这所留的拢生虫，而且有臭扑味。摩西对因生气。每一天早起，人拢按照家己的食量来捡食物。日头发出烧气的时阵，食物就扬去啊。基督徒也同款，伫领受上帝恩典了后，却无愿意甲人分享上帝的恩典，甚至更进一步伫群体中间无顺服，干那想要谋取家己的利益，亲像以色列人同款。以弗所书保罗安尼来劝勉基督徒安尼讲：恁生来是做外邦人的，就爱记得过去的情景。恁互遐个自称受过割礼的人，就是遐个伫家己身躯顶动过刀的犹太人，称恁做无受割礼的。迄个时阵，恁甲基督无有关系，是外人，无伫上帝选民的行列。恁伫上帝应允互伊的子民的约顶悬无份，伫世间无有仰望，无有上帝。恁遮进前离开上帝，现在却甲耶稣基督结合的人，借着伊的死，已经接近上帝。基督亲自将和平赏赐互咱，伊互犹太人甲外邦人合做一体。用家己的身躯塞到遐，互因互相对敌，互因分裂的唱。犹太人用割礼来做标准，来轻视人，来排斥外邦人，这是无应该的。但是相反，遐个对外邦即卖伫救恩的人嘛，袂通来排斥犹太人，因为所领受的救恩就是和平的救恩。基督徒应该爱伫救恩的内面来追求合一。
保罗佮安尼讲，伊废除了犹太法律的诫命规条，为了要互两种人借着伊的性命变成做一种新的人，会当和平相处。借着十字架顶悬的死，基督停止了这种对立的形态。借着十字架，互两个结做一体，会通甲上帝和好。安尼，基督来的目的，就是要来传和平的福音，予所有的人，包括恁遮进前离开上帝的外邦人，甲接近上帝的犹太人。借着基督，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，咱拢会通伫同一个圣神的来到伫天父的面头前。安尼来看，恁外邦人无搁再是外人，也是青云人，恁嘛是上帝的子民的同胞，是上帝一家的人。保罗将得到救恩的人譬如做一栋建筑物，一个家，是连接伫耶稣基督救恩内底的。伊又搁教示基督徒讲，甲犹太人同款，恁嘛是建立伫使徒甲先知的基础顶悬。基督耶稣家己是即个家的基础，我靠伊规个建筑会通互相连结，渐渐来扩大，成做圣殿献互主。我靠伊，恁也相款被建造，成做上帝借着圣神徛起的所在。是啦，伫耶稣基督救恩的基础顶悬，咱只有合一，无有其他的方式。若无即个厝，就无法度连结伫做伙。咱要用诗篇95篇来做咱的祈祷。来啊，咱着唱歌学了上帝，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。咱着用感谢来到伫伊的面前，着用对伊唱歌欢喜的歌。因为上帝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。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，极悬的山嘛伫伊的手内。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伫伊。伊嘛亲手创造陆地。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伊。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帝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。今仔日恁应该着听伊的话，恁毋通疑心，亲像伫米利巴的时，亲像伫旷野的玛撒迄一日。迄时恁的祖先考验我，虽然因有看到我的作为，要求试探我。40年久，我讨厌迄世代的人。我讲，因的心神无定的子民。因毋捌我的道路，所以我伫受气中来咒詛，讲因绝对袂当进入我的土地来安息。